过来带大家来看生态哦。当年对4月初开始，差不多都是看花金菇的季节。也毋过最近因为接落雨，天气又过冷，所以选择来湾的花金菇是比往年搁较晚2礼拜。当地除了有安排固定的解说服务，也搁有导览。生态解说人员是表示哦，若是要看花金菇，月底就是上好的时机。花金菇伫咧暗时一时一时看起来真水。4月到5月是欣赏花金菇上好的时间。新德馆内湾逐年拢起袂少游客来遮佚佗，不过因为今年3月有低温有雨水，花金菇出现的时间比过去慢灭2礼拜。因为气候的关系，前一阵子天气比较冷像如果这几天持续这样子下雨，天气冷，它也不会出来。只要一下雨，它们就不出来了。内湾因为天然地理环境是花金菇生态的重要基地，相关今年嘛邀请生态专家现场导览，希望透过解说，让民众更加明白花金菇。我们会带游客去秘境，那下午呢，我们会在火山先做每1个小时的一个解说，那在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，不要去打扰他们，我想。这个已经每年我们行之有年都会提醒游客，就是说不要去碰，不要去抓，我们用眼睛看就好。秘境赏萤呢，第一个，我觉得有个优点是，他们离游客比较少；第二，它可以距离萤火虫可以比较靠近一点。也许常常会常常就会有萤火虫飞到游客身上啦，造成一些欢呼。这样，我们也限制了车辆，有包括机车啦，或者是汽车，都不让它进入赏萤步道区。好，以保证我们尽量在赏萤步道区游客的安全。除了导览服务以外，当地店家也准备要延长开店时间，要来迎接这场花金菇盛会。另外，提醒民众对4月底到5月初连续3个礼拜，暗时6点到9点，内湾的交通管制。要来的民众爱注意。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。